今年新玉林哦，正是讲治着白血病，就是血癌。有意思是讲，最近这几档哦，血癌的病人有增加的趋势。除了药物治疗，买当叫做骨髓移植咯，存活率是有60%。也毋过血癌早期的症状无介明显哦，较歹诊断，所以若发病就真歹治。57岁艺人沈玉林7月底大院登记伫社群媒体证实家己得着白血病，也就是俗称的血癌。医师表示，血癌是其人体的主要造血系统骨髓产生癌化病变，使得白血球异常增生。血癌有急性甲慢性之分。急性血癌各分做骨髓性甲淋巴性两种。骨髓性是发生率上悬的成人血癌，淋巴性是发生伫囡仔较侪。临床症状包括发烧、贫血、体重减轻等。也毋过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，较会甲其他的疾病染做伙。血癌一旦发病，就来甲真凶。血癌的病人通常，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病人他发病都相当的突然，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从完全正常一直到就是出现癌细胞，那到发生很严重的问题。医师表示，最近几年血癌病患有增加的趋势，可能甲基因突变、放射线暴露、病毒感染等多种因素有关系。治疗方式除了化疗甲药物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会当做骨髓移植，存活率大约是60%左右。也过根据组织骨髓资料库统计，今年登记捐赠人数有49万人，今年登记心球配对病患有1006人，今年成功配对医师只有167人，骨髓捐赠风气也有待提升。干细胞的抽取现在大部分就是用周边血干细胞的捐赠，它没有麻醉。也没有手术的动作。医师强调，预防血癌的方法主要是减少暴露伫辐射、黏头毛剂、农药等某一寡化学物质，同时透过均衡的饮食、规律运动，维持良好生活习惯，来增强免疫力，也会当定期健检，早期发现潜在健康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